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今日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两个各位唱歌的嘅师妹，我同伊们讨教一下吼。因为是拉比人生阿卡贝拉乐团嘅吴国英、邱明仪，还有吴仲英、王世平，欢迎两位。主持人好，我哋係蜡笔，大家好，我是屏东崇智的客家人，我是明仪。大家好，我係女仆的客家人，我係黃小平。哎呦，按拄好呢，你兩個如何行業？哎呀，各位唱歌誒，咁我想吼，各位觀眾朋友如果很好奇，就你的成長背景很用呢，因為你能透過一個從事一個女僕誒，我記得我玩細嘅時節，冇人睇學唱歌誒呢，咁你係細時節就在學唱歌，還是喜歡唱歌？就是我小的時候啊，我爸爸很喜歡去卡拉 OK 唱歌啊，我們會全家一起去。对，然後他就會在裡面唱，就不止客家歌，可能會唱閩語歌啊，然後中文歌也都會，所以我小時候就會跟着他學，對，什麼戀曲1990啊，蘇波的人啊，就是跟着一起唱這樣。啊，爸爸係好唱，唔過也過會唱，嘿，哦，會唱，嘿。哦，咁你自己有發現，唔辦事係好唱，咁你有發現你也過會唱歌嘅哈？有，我小時候常被親戚如果有那種什麼婚禮什麼的，他們就會說，哎，上去唱歌可以包紅包，哦、對，所以就會為了紅包就要上台這樣子。對，辦事都過會唱嘅。對，咁小平咯，咩係哈？我妹呢，辦事會唱歌啊，唔過係因為我媽媽佢好疼愛唱歌嘅。我媽媽講，你唱呀就老歌不愛彈啊，吼，他唔講我係主修鋼琴，就是我其實是從5歲就開始學鋼琴，嘿，其實爸爸很簡單就講，你細妹人吼愛學鋼琴，啊有一點才藝，啊你爸爸他的時間吼，你哥哥喺屯關吹迄個時間吼，那有一技之長就這樣子，然後我就開始學音樂了，然後後來呢，我媽媽就一直教我唱歌，然後我就想說，我就媽媽喜歡我就唱，然後在學校老師蠻很人唱歌呀。阿嘛有合唱團啊，吼，你考合唱團，阿嘛考上誒，啊爸爸嘛佢考唱歌誒，吼，兩個人佢考唱歌，佢說體育卡彈鋼琴唱歌誒，給講個正常的事情，後來長大之後就考上音樂系了嘛，對，音樂系當然也有唱歌，但是我還是夠好彈鋼琴，彈就後來。畢業了，回到屏東。啊，屏東其實還感覺屏東的環境，唱歌的地方過多，合唱團啊、卡貝拉啦，反而鋼琴比較少一個環境，讓你有一個團隊，比較少。對，所以後來就又有個機緣，那參加阿卡貝拉我就進去了，這樣。哦，對。嗰種唔係音樂呢？音樂系，咁民儀咩係哈？嘿，哦，你們都是音樂系，咁民儀係學乜嘅？Opera 聲樂，對，哦，本來就是一路唱歌誒，對，嘿，哇，咁唔乜嘅時間發現我要行一條路，唱歌一條路。就本來就是很喜歡唱歌，但是其實後來主修聲樂的時候有點不太習慣呢，因為他唱歌的位置其實不一樣。流行歌他唱歌的位置發聲很前面，大家都在鼻腔這邊。那如果唱聲樂，我們就會往後放。所以雖然都是唱歌，但是其實還是不一樣的。所以，畢業之後我就覺得，真的我還是很想要唱流行歌。所以當那個屏東縣政府有一個機會，他辦了一個阿卡貝拉的種子教師甄選，就是先進去裡面培訓，然後我就去了。然後去了之後呢，他們就說：好吧，那我們試着我們來組一個阿卡團唱唱看。所以我們兩個就相遇了。哦，係一樣呢。對，那一年的時間。2017年哦，2017年一批哦，係因為盼了一個種子教師，那係一批要甄選變做欣賞嘅培訓。對，嗰種一批嘅本單路歌會唱歌會給你，來了一群很會唱歌的人啊咁為什麼會想要？因為種民儀講係好聲樂嘅，弄還係貴上會唱流行歌咯。
流行歌跟年轻人还是跟一般的观众是很容易接近的，因为它在以前的定位上来讲，就是一个市井小民会唱的音乐，我们把它定义为流行乐。但古典乐就是声乐这个东西，在古早的时候流行过，但它现在毕竟它的文化都是西方比较多，在这边的话，你说要唱意大利文歌唱给大家听，好像大家接受度没那么高。对，那不能打动人这件事情，对音乐上来讲好像有点辛苦。对，刚刚能不但偷黑的声乐，还有偷音乐系，偷黑的能如何欣赏？就是当老师吗？后来在找工作的时候啦，对，所以我们出来大概在台湾的音乐环境里面，不是走演奏路线。就是大概是教学，对。那我们后来想说，那就是走教学的路线，这样，对。那我就像我的状况，就是我一出来就是先找一些音乐教室，对，去那边教。那教一教，后来想搞工体，对，搞工体。后来我就我又跑去学校。去先代课，先试试看自己喜不喜欢教学，这样，对，然后觉得，因为我是教国中，我觉得国中的孩子挺可爱的，对，我没有想到你要讲挺可爱的，我觉得就是青春吧，青春，对，你跟他们久了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还很年轻。刚明仪呢，毕业呗，没去做欣赏哈。我比较叛逆一点点，我原本打算要出国念书的，但是后来呢，就到了一个高中去先兼课，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跟高中生可以相处蛮好，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嘛，跟他们年龄相距其实很小，对，然后我想说，可以跟他们 OK 的，所以我本来就有小学教师证，我又再去修了中学的教师证，想说我要到高中去，对，所以后来会步上教书这条路也是这样，不过因为中间当了流浪教师很多年啊，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非常多老师，然后学生数减少的年代嘛。那最近这几年就又好了很多，对，所以我现在在一所比它更复杂的学校，就是我们学校有高中部、国中部、国小部、双语部4个部别的学校。都是这种综合的对对。刚能当初屏东县政府可以那个阿卡贝拉的教师的这种研习啊，能让我想要去参加呢？如何想要参加的？这是一个故事的，对，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团员啊，他很希望我们屏东一个阿卡团可以组一个教师团。对，其实我们屏东阿卡团有14个团队，那是小孩加成人加还有一个是乐龄，对，乐龄团，对，14个团，那是屏东县文化扶植的。那后来呢，他觉得说希望有一个团队，就是老师的团队可以一起去比赛，对。在竞赛方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那舞台对我们来说够更难一些啦，对，所以后来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因为他就研习的时候我稍微留意一下谁是音乐老师，对，所以我就当初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他就说，我要参加冇，我还想讲。可能冲国外够高啊哈，同来参加合唱团差不多嘛，对啊，就好玩，大家一起这样，我就说好啊，我踢白练习的时间感觉，从未有安利好有好多啊，错，不容易，对，后来也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其实合唱团的部分是大家一起唱一个声部，你这个声部可能会有10来个，所以你有时候忘记或音走掉，还有人会拉你一把。对，那卡贝拉是一个声部就一给你。我头都很喜欢问，跟合唱团和阿卡贝拉有哪个差别？也个如何差别？对，没有人救你，没有人救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背谱错了，我们就是自己要救自己。对，但是他就是极富有挑战。那对我们一路上学音乐的人来说啦，就是只是挑战，我们愿意接受。对，因为一开始我想讲，刚能吃这就安会冲国外，阿卡贝拉对你能那有难的喏。我说一开始以后还是有觉得有难度。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合唱或是自己唱，大部分我们都唱主旋律。你就是一整个线条，或是你是它的和声，你还是有歌词，还是线条。可是阿卡贝拉它是现在阿卡贝拉是仿照乐团的编制去做，比如说它仿照的是弦乐团，或是仿照的是一个 rock 摇滚团。那我们如果担任和声，我们就经常要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声响。
哦，对，就是我们可能要噔噔噔，然后或是嘟嘟，就是它不像合唱是一个很线条性很大的，对对对，这样阿卡贝拉没，我们甚至有一个人声打击，就是它会有一个那种节奏的东西，对，或者是二胡，我们要去模仿，对。对，因为我们没有乐器，对，但是要除了冲果子，还会编乐器，对，就真的要很多功，就是要花一点力气学一下，有点乐趣，让那个曲子更有乐趣。所以如果观众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每个人的声音是什么？观众就会好奇，因为有6个人嘛，那我们各自有时候就会当主旋律，就会听到，哦，这个人声音是这样，哎，怎么有乐器呢？这样，哦，这样啊，对，他就会更有意义，更有变化性。那当初，燕政府有安的想法，能成立一个团，能叫做天发马松路答应的哈。我很讲答应，我想讲好搞，我个性就是爱玩嘛，我想讲一起玩音乐好搞，当然可以啊。想讲练习嘛，我们法规有时间呐，特合唱团 Q 嘛，就2个小时1个礼拜，还好嘛。公好。那民仪呢？我们一开始录答应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想的比较多，因为我知道这种团如果一旦里面换人，你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当时有问那个要组团的承办人说，我想知道大家的年龄还有工作是什么。对，我当时就这么说，他就说你先来嘛，先唱个2周。哦，我那时候声音还不好，我那时候因为课上太多，我声音有点沙哑，所以我那时候还跟他说，可是我现在烧声哎，他就说没关系，你先来。对，所以我当初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声音是很沙哑，但他们都就是很包容我。所以俺很刚你是被拐骗。对。哦，一开始黑暗呢，就黑以为暗那个机缘，而且某熊都黑，应该很少是县政府的开头。贵东人的成团都是七嘎，对，爱好音乐啊，好冲国会啊，七嘎成立的团，那一个成团原因蛮特别的，中间也一定有非常多的故事哈，俺们谈到的也个团真的哈，成立呗，加底部还有嘛个故事，俺们了解下听，不过多种来继续来听的大嘴鼓。非常多种来复习来嘅现场，俺们今面的来宾呢係拉比人生阿卡贝拉樂團嘅民儀韓國小平，頭都講嘅許多吼，都係農會成立安尼嘅故事。不過農會很多拉比，為什麼跟蜜蜂有關？團名嘛，就是當時我們成立的時候，在當年度就馬上要被趕鴨子上架去演一個音樂劇，那既然要演音樂劇，就要有一個團名，否則我沒辦法放節目冊，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被逼着趕快想，趕快想。所以那時候我們想就討論了一下，然後就想說，我們希望營造讓大家感覺好像到飯店的大廳，就是一個 lobby 的一個很溫馨、很開放的空間，大家很溫暖這樣。但又不能直接叫這個名字吧，因為也太奇怪，所以也是蠻酷的，好像也可以對。所以後來就想說，那不然我們就當一群會唱歌的蜜蜂，然後跟這個拉比有個諧音，所以名字就叫做拉比這樣子。哦，對，雖然係有點急就章，不過我講故事也是有一個故事的感覺，對，蠻有趣的。啊，你後面有講你一開始給團服。就跟真的是蜜蜂的配色，对，应该是我们慢慢演变吧。对，就是买人刚开始的团服就是自己讨论，像我们一开始音乐剧嘛，然后就要当学生，高中生，所以就是我们穿了白色的上衣，民国时期的上衣，对，然后在屏东一个很有名的胜利新村那个点拍摄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穿了第一套我们看起来像在一起的团服，对，然后慢慢的，其实明仪跟那个他先生还蛮适合在服装设计这一块有研究这样，所以我们都大部分都听他跟他先生的。他先生说，你们可不可以穿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买衣服。对，会有些微的不同，就像我们今天穿的，就是一种中国瓷器的
对，青花瓷的这个感觉其实我们为了去客家比赛的时候，小平就说客家有一个蓝染的风格，然后我们就去找了这样子的风格。蓝山，然后因为蓝山属于比较传统嘛，对，那我们阿卡贝拉算是现代的，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改良一点点。对，那咪咪就说这个颜色很像蓝色，然后又很鲜艳。再加上我们男生穿起来又帅气，这样，然后就整体很好看。你给老公没黑成员哦？不是，我们后来阿卡团有个潜规则，就是团员里面不能谈恋爱，也不能是夫妻。会吵架的时候就会离团，这样造成大家困扰，不行。刚你成员有一度诶，应该有一度六个人，刚你咧分配，好多人有讲会轮流当主唱，唔会固定，唔会。哇，古种人嘛，给如何练呢？吼，有时候推到和声，有时推那些主唱，跟嗓音爱编来编去，那主唱的时间你要嗓音那在前面，好要够明显，然后那和声的时间就不可以抢了主唱的风采。所以你要想要编那个 Hellboy 一下呢。因为你会分好如何演 V， 比如讲头摆合唱团，on 迄第一声部，因为欣赏感觉on 个上如何适合安尼，on 迄第二、第三、第四安尼。不过呢，迄更加还有全能呢。刚一开始提，这个需要适应吗？要声音要合，要适应。就是因为我们流行歌唱的位置虽然是在前面，但它还是会有分比较前面、比较后面，或是在哪个位置。那既然我们是团员，我们就必须要6个人的位置是要一样。所以我们每次练团，除了练谱之外，要花很多时间去练大家的位置要在同样一个地方。位置发声的位置哦。对，就是像这样讲话的位置。对，必须要在一起。像係客家人嘛，感覺客家人咧鼻音夠重一些。對，嗰時候有時唱歌的時候，我有個習慣，共鳴會下一屁股嘅。對，就會走來走去啦。有時又是合唱團練過頭腔共鳴，還有些鼻腔共鳴，我接下來。但每一個人其實共鳴不一樣，可能我正在鼻腔的時候，他在頭腔。出來嘅共鳴嘅聲音，同嘅一個昂嘅地波嘅共鳴不一樣的地方，你就會談可能講一個你睇地波，一個你睇 no boy。原來每唱嘅好如何，唔能會一個團連發聲嘅位置都要一樣。對。因為俺哋觀眾朋友係樣呢，因為俺都從細唔係好唱歌嘅嘢，俺最近做一個舞台劇，愛18吟唱，俺當題目講。伊都講啊，乜嘅共鳴啊，講啱啲啊，更加共鳴點嚟，係簽唔到，係簽下喎。因為又會講乜嘅歌頭前啊，當歌啊，講啱啲而點嚟啊，係簽唔到。唔過唔能專業嘅人都係都簽唔到，唔過俺哋都係愛同樣嘅水平啊咧。唔過唔能，我有意見不合嘅時間。嗰多哦，你團員看下不少，我嗰多意見不合。唔過我感覺俺哋嘅團員現在目前啊。意見都很合，就是我們會互相，我們後來找了一個方法，有一些團他們是有一個指導老師或是音樂總監來幫他們看，但因為我們團的目前的狀態就是我們沒有指導老師，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老師。那如果這首歌我是主唱比較多，就由我來聽和聲，然後看他們練得怎麼樣。那如果這首歌是小平他唱的主唱比較多，就由他來聽。咁能用嚟接聽一條歌嘅萬人主唱嗎？通常聲部在譜上就寫得很清楚。就是女高音係主唱，如係女高音。對。就會很自然可以分出主唱係萬人。對。有時候也會自己寫啦，比如說因為我們團男生很會唱歌，所以有時候我聽到某些歌會覺得好像適合哪一個人唱，那我們就會為了他去編成阿卡曲。那我就是設定。他就是主唱這樣子，所以就會直接讓他唱主唱。對，個編那方會過編做阿卡貝拉，係唔能即個過編。大部分都有譜啦。對，也可以編啊，但要花時間啊，因為我們都不是正職嘛，我們的正職本業都是別的工作，所以就如果要編曲，就真的要拿其他的時間來編。對。哇，咁你係有正職嘅呀？要愛花時間。
像小平一开始戆戆哈，想过哎呀一礼拜冲2点钟，结果我表演一天唔安嘞。对呀，之前就要练习，几乎就是一去就是真的是抛家弃子这样子，对。那个练，个密集度很浓的呀。比赛前比较密集，比赛前就可能练个3个小时啊，然后可能1个礼拜就2次，那就6小时嘛。对，那就是我们下班之后就真的是抛家弃子，到9点多10点才回家。对，又还有比赛，还有动作要练，所以又要背谱。我们得金牌那一年前1个月，几乎1个礼拜大概有5天都待在演艺厅。对，就一下班就进去。对，一下班就进去。那迄个2018年去参加，唔讲迄个比赛，阿卡贝拉个比赛。对，吼，我讲能当实力某一球入去比赛的那种。吼，刚刚他很用的情形，因为呢还喺磨合期嘛，落去比赛。嗰時就有西嘅音樂老師，嗰時候7年底部有西嘅音樂老師，嗰時候還蠻有一個音樂的。应该要是什么样的呈现，应该比较有概念，对。嗰种举办的比赛对你们唔会难哈？你们有预想到会打头名？这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太小看的地方。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反正我们7个人里面有4个音乐老师，随便怎么比应该很厉害吧？对啊，结果一去到现场发现，哦，不是这样。因为大家会唱歌的人超多的，然后我们去比的那个虽然是社会组，但是社会组它包含了，如果你是学生，你想报社会组也可以。那如果你是职业歌手，你组了一个团，你想报社会组也可以。对，那有很多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练这个东西，那本身条件又非常的好，然后资源如果也很多，那他们要拿很好名次，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对。不过那些都会先从那底高手如云啊，他之前准备的时间如何安呢？其实我们就是尽全力啦，对，然后又有点带点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是往前冲这样，对，所以我们去到现场，其实我想音乐系的人都会对现场，然后临机应变或者是能够抗压性，应该是够高的。他第一摆比赛都得冠军嘛。就拿金牌啊！对呀，刚刚黑嘛个感觉，我够冲啦，我是很开心啊。对对对，有读到嘛个困难的国位哈，还是你们怎么去克服，或是说怎么发现那些困难很难？贵多曲子都蛮困难的，而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会一直很想要唱一些很好听的曲子，好听不代表好练。对，好听的曲子很多，节奏都很复杂，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摸索，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蛮多曲子还蛮难的。对，碰到的困难大家一起很整齐的结束这件事，就靠默契嘛。对，很整齐的结束。对，整齐的开始，整齐的结束，音量的大小。然后另外现在对我们更难的是，就是要在舞台上走位。因为阿卡贝拉它是一个很完全的表演艺术，你必须要有表情，要有动作，要走位。有时候我们歌练好了哦，这样看谱唱哦，都 OK 哦。可是，一加上动作就完蛋了，对，完全有动作没声音，这样完全没办法。对，韩国几难都是，俺看到几道歌手因的开演唱会都会戴耳机。不过俺看过到阿卡贝拉表演，其实没有办法让你们戴耳机耶。我们后来有买自己的，然后有带着。其实带着会比较好，在现场一些比较失控的状况之下，可以控制得好。因为我们其实舞台上面会有一个舞台的监听喇叭，但是它常常会回授啊，或者是反射的那个回音的速度不一，所以我们如果说有自己的耳尖，就会比较容易听清楚，在同一个时间听到，所以同一个时间唱出去会很整齐。哇，因为你能真给完全只能靠自己嘞吼。对。所以音准帮你们嘞，对，音准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碰到最难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主唱他唱着唱着走音了，我是说偏高一点点，那其他的和声是不是要跟着偏高？呀，对，
这个就是我们要先前先讲好，还是说和声要很坚定？我们就是这样，你主唱过来哦，你已经走了，走音了，你赶快回来我们这里哦。那在舞台上面是在瞬间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瞬间的时候在那边使眼色说你过来哦，所以应该之前就要先讲好，主唱如果是有点偏高，那我们和声就要跟着走。对，可是这个和声跟着走也是要受过训练的。刚我也个有几多的故事好讲，安尼了一下听，我继续来谈。韩国人呢有做音乐剧哦，也伫背英国有还有几多专业喺伫背，等下俺能够继续来讲。分享到这了，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嘅来宾係立 B 人生阿卡贝拉樂團嘅民意韓國小平。頭多人能講到吼，講嘅藝能啲呢都係當然藝咩模團阿卡貝拉上嘅按簡單，唔過冇上到按複雜，就係唔能夠做嘅事情。唔單止我要做什麼和聲，然後做乜嘅樂器，然後提做到來，其實唔能夠配合非常多事情。頭多人有講到，還有做音樂劇，因為成立的一開始，如何會做音樂劇，今年還會做，咁做音樂劇很用的嘅情形啊。米2年呢，嘅文化處有很愛的，要做一年係音樂會，一年係音樂劇。对，就是隔着是固定的。嗰時我哋從假日阿卡貝拉開始，以假日差唔多兩三年開始假日嘅音樂劇底部哦，開始愛唱歌演戲。隔一年呢，我哋稍微火候好一點點的時候，那邊的音樂會。對，那音樂會就是大家在14個團隊一起合演。那音樂劇通常都是挑的。挑說這個團隊還不錯，唱的也不錯，可以請他們來一起來演音樂劇這樣。嗰時候2年前我哋有演了一個比較難的音樂劇，對，就是我哋要從國馬演戲啊，之前那演戲那從國而已，沒有演戲。嗰時候2年前嘅咁難，咁我團民意2年哦，我在唱我在演，而且我哋的歌詞。幾多，我哋幾氣哦！嗰啲導演看到我哋2年係媽媽嘛，嗰喺我哋2年演一段2個媽媽對話的部分，然後就一直講話，對，我哋2年沒有什麼動作，坐嘅真功發嘅。對於一個觀眾來講，沒有演戲，沒有幹嘛，啲功發嘅台詞很挑戰，你要用吸引觀眾嘅目光，這樣。嗰時候我感覺嗰我夠啦。一開始應該就感覺我是去創國嘅嘛，結果冇想到我做戲真係差別過太吼，差別很大。差幾多啊！因為做戲嘛，人高能哦。導演，文化處會扶植我們嘛，所以他們就是2年會有個經費，對，那個經費就會在音樂劇花過多錢，就會投入在這裡。那導演也是專業的，還有舞台間、舞間啊、音樂間啊都有。那一回是替白安的做戲，黑馬嘅感覺，咪是什麼感覺？那時候，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用手麥吧，我記得第一次的時候我們是持手麥，所以感覺比較好，因為只是唱歌，只負責唱歌，所以還行這樣。但後來沒有了，演戲就開始戴耳麥，然後也要注意聲音，不能夠什麼咳嗽啊、小聲音啊什麼的，然後就非常緊張。然後那時候真的2年前，我們2個台詞無敵多，然後要不就是在嫌棄老公，要不就是在嫌棄我，台詞非常多，所以我們就很婆媳的劇情。對對。嗰種能夠配過多嘅台詞，行去創國嘅，錯，那創國嘅咩係阿卡貝拉？嘿。就是迄個國外是跟戲劇有關係的，就會正經音樂劇，對，就一邊演一邊唱那個跟他相關的歌。對。不過如果一般音樂劇冇可能，你都冇樂器，沒有樂器，完全冇給你會可能自己。哇，當迄個挑戰都幾大呢？對。我們今年要再演一次啊，11月的時候。對，11月底的時候是在那個恆春文化劇場館。喺室內，對，而且開場。
哦，咁後你會韓國台冇，還係做過誒。做過誒，啱啲個 say 是吧？但是我们今年加了跳舞呢，要改些些。佢導演講啊，哋創國真創嗰真錯嘅嘛，沒辦法，佢係哋行來跳一下。嗰好彩有西拉啊，西拉嘛有跳啊，我係哋綁下來跳。咁你喺度到嗰種國泰挑戰嘅時間，我即刻會緊張嘅嗰種，係誒唔怕，挨落去面對伊啊咧。我個性個好高，你睇乜個東西都好高。危險啊你，嗰種啊讀到安尼壓力比較大的，然後感覺講，要就是提升自己啊，有一個挑戰，過好高啊，要馬好高，給馬好高，新的東西，就是都很稀奇這樣，反而不是一個壓力，對，而且應該係那個壓力，我會覺得是應該要練習的東西，沒壓力啊你，咁明呢？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老师，如果你自己一直在执行，只是教，但你自己并没有在执行做音乐这条路，其实它差别是很大的。像比如说我现在出去，我跟学生说我自己有一个阿卡贝拉团，我们会表演、会演出、会演音乐剧或干嘛。其实他们不管对你的尊重度，还有任何敬佩度，都直接爆升。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很好的就是身教，就是面对困难，我们就是去解决它。那如果给你的这个压力，那你也想办法解决。其实不管是学生或小孩，他们看他们也会知道，对，他们会学习。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虽然练归练啊，说台词很多还要跳舞什么，但我们也是吞下去就练了。因为表演的挑战应该会蛮乐于去接受、去面对、去练习的。刚才没青海挑战，如何换团员？對，個太哦，對，因為我哋變得要重新適應。像我頭都有講嘅嗓音嘛，我哋一開始進來時，咪跟你冇強用，咁我哋更加練好嘅，練了4-5年了，一個新團員入來，我哋馬上看下 V 嘅係咪同我哋唱過 V 嘅同我哋強用，冇強用時間我哋有時會唱一主唱，我哋變得我哋要配合他，對，要進做調整，就是有一點像又歸零這樣子。都歸零哦，都沒有都啦，就是有一些部分要做調試。團員不好找，尤其是男生，像 bass 超級難找。那時候对，就是离团的时候，我们真正找不到人。我已经跟另外一个团员2个人每天到那个屏东的屏东公园去那边听那个在那边当街头艺人的人去那边问骚扰人家，问人家说，你有没有興趣來就是我们团甄选一下，你要唱什么角色都可以哦，我们都 OK。对，如果看到一個公園地方有個誰來唱歌的，唱啊，以為係個年輕人，如何年輕人講，我就唱歌的嘛，向下來唱用啞麥克風安尼，嗰一定2年佢痴想講，那就唱唔到啊，講我哋偷偷的躲在旁邊安尼彈款哦，個彈到啲聲音，剛剛突然間攔截下來講，你有心要，我們是阿卡貝拉啊，你有心要跟我們一起來唱歌嗎？對，通常被打槍的幾率蠻高的啦，這樣。應該係啊，對，後來我們發現根本不用這樣做，因為屏東縣文化處大概4月的時候就會招考。那我們很多次的新團員都是因為招考來的，他們自動上門，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一些。因為你會前咩唱講，比如人講伊哋會彈吉他如何，然後伊嘅聲部也都如何吞的，而搭皮嘅都，咩會唱歌嘅如何誒。嗰種能可以維持按多年，咩鬼唔簡單嘅因為你算起來能成立也7年了呢。剛才都有4位元老，就是從7年前一直到現在。你看我們現在團員有6個嘛，我有7個，就一直都是元老。我講我難，如果你會喺平常時喺教書，我講我教書係最花元氣的，還會練習，你平常時喺有睇保養下嘛過一下，會去保養喉嚨。其實老師啊，唔是太上啦。因為像我嘛喺教國中生意其實唔真滿意，
还没进公益，你如果感觉会烦，我说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就好了嘛。所以这也是老师保养喉咙之一嘛。我给家老师其实嘛有麦克风啦，其实嘛不是按太上，按你正常公发户诶，所以你的按太其实有糖的色。我听耶就是俺的冲过的时间，冇进食甜的啦，冇食酒啦，我冇太上，我清喉咙啦，像感冒的时间就少说话，保养它这样，冇讲俺给家感冒诶。给嗓音就已经没什么了，就你还要吼啊，甚至可能还要唱歌，那就太伤喉咙了。对，那台湾的阿卡贝拉嘅生态很用的呀。其实像我的安呢，一直维持大概7年，团员都还可以4%都还在。其实贵少。差不多大概都1-2年会换团员，对，就是比较年轻的啦，他们就会一直换团。那刚刚的屏东县政府算很厉害，就是扶植14个团队，我都很思归羡慕的屏东县，对，对。不过每个文化处扶植的不是那么穷用，像嘉义这边黑管乐节这边嘛，哈，我的屏东也偏阿卡，可是我的归幸福。哦，刚刚你上下来还有乜嘅计划哈？下来我的差不多就是个人的专场希望哦，专场对，希望对，就是租一个场地，然后售票啦，开一个小音乐会这样，对，有点像那个一些乐团啊，他会开一些演唱会啊这样子的意思。你米得人去解哈？咩？我哋6个人穷下，我想要看人去解单通人呢，音乐费。哦，因为其实做这一行很吃钱的，还有音控老师的设备，还有音控老师本人都是蛮贵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的本业不在这嘛，所以我们的演出、商演或什么也就没有接得很积极。对，所以要一起努力存钱去开一个专场。对，也个是几好嘅愿望呢吼。对啊，希望可以做实现。嘿，大家是有兴趣嘅话，如果想要知道你的手写，如何 follow 嘅，那得有粉专，有 Facebook 对，如何拉比，如何提供，某个时间你会出没在哪里？对，都可以会放上去，可以追起来。今日非常感谢米姨韩国小平来分享你的故事，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我对米呢，替蜡笔会很努力的制作音乐，我嘛希望大家来追踪我们蜡笔，希望一起努力做音乐哦。多谢，家乡亲朋友莫转台哦，生下来好好运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